李顺发的家族是高阳弥陀的望族，阿公李勇、老爸李抗，伫日本时代是右经商，老母李蔡珍是产妇，李家总共生4个查甫，1个查某。老母蔡珍对逝世教育真严格，4个后生当中，大汉的李炎是汉药医师。李顺发甲李修拢是公学校高等科毕业，两个人伫日本时代都踮高雄市经营西药事业，生意真兴旺。也上细汉的小弟李武昌是伫台湾省立工学院读册。第4个李武昌对国民党伫228事件的时阵单杀无辜，感觉真不满。伊加入了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，成做南部基地重要的干部，嘛熟悉资深的共产党员李马道。李马道嘛用李武昌破病这个理由，去李家的太清药房提钱。李马道毕业了后，经出了提钱的代志，说予政治单位去注意到李顺发。李顺发就此开始伊的逃亡人生，但是因为想少年厝内的人，偷走回去厝内时阵，被抓到。政治单位发现李顺发毋但讲提供小弟金钱的援助，包括事件主脑陈本刚，嘛要向李顺发甲小弟李修要求金钱、药物，也个收音机这援助。李顺发原本被判刑15年，听报到蒋介石手头的时阵，伊认为讲应该以最高刑来当判，因此改判死刑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